高雄环状轻铁试营运已经1礼拜啊，不过民众发现讲，高雄市府交通资讯的 App 系统哪像还未更新，列车上北也是路南是拢分不清楚，也有路卡机荧幕等等的问题。针对这个问题，高雄市府讲会赶紧来做改善。美术馆去对面坐。 高雄轻铁伫元旦正式成年试营运，美术馆大下将站爱河之心变双向发车，啊，毋过花厅月台伫大顺路另外一边，初一下晡未少民众站唔到月台。路白坐啊，阮就是一年啊。有人到车站煞站唔到月台，也有人还未到车站先拍开高雄 iBus App 查询列车到站时间，发现2班车拢是顺行，还是全部花停，因为市政府也未更新系统。 蛮难分辨的，因为都是往里仔那站啊，嘿，对，然后就不知道往哪边这样。相关资讯在 iBus 上面的呈现，交通局已经督促高捷公司紧速更新，那预计在1月8日完成更新。 轻铁成年试营运已经1礼拜，部分使用问题陆续出现，像讲路卡伫去年底改做进出月台时阵路卡，不过为少民众路卡了后爱看真久，因为机器的荧幕伤光，根本看不清楚，互民众唔知影到底唔知有路卡无。上面看就根本看不到啊。我也听不到声音，所以说这个要加强一下，还是在里面刷比较好。捷运局甲高捷公司表示，试营运期间会赶紧收集民众反映的问题做改善，嘛提醒民众，虽然试营运期间坐车免钱，进出站也是会记咧路卡，才袂因为袂记咧路卡，互人扫卡。万一真正扫卡，会当登去任何一个轻铁车站路卡，安尼就会当解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